罗马书第6章第1节到第11节。安尼，咱要怎样讲？总无长长伫罪恶，互稳定加添做吗？断毋通。咱罪迄面已经死的，敢要犹原伫罪中来活吗？敢毋知咱既若捌受洗礼来入伫基督耶稣的，是受洗礼来入伊的死，所以咱既然对洗礼来入伫死，甲伊同埋葬，是亲像基督对白的阳光对死人中搁活，也要互咱安尼行伫活命的身款。因为咱若联合伫伊死的款式，也要联合伫伊搁活的款式，实在咱旧的人甲伊同定，互罪的体废去，直到咱无搁做罪恶的奴才。因为已经死的，是得到称作义，来脱离罪。但咱信若甲基督同死，就要甲伊同活。在基督已经对死人中搁活，无搁死，死无搁管辖伊。因为伊的死是用罪做一摆死，伊的活是用上帝来活。安尼，恁伫基督耶稣就看家己用罪是死，用上帝是活。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有一句话讲，生死事大，是讲生甲死是大代志。咱人生的智慧有一项，就是爱会通了生死。通讲宗教介重要的一个功能，也是一个目标，就是帮助人会通了生死，就是对着生甲死的问题，会通有真实的了解。但咱基督徒要安怎了解生甲死的问题？咱会通对耶稣基督伊的生、伊的死，佮甲伊的搁活来明白上帝的启示，互咱对着咱家己本身生死的问题有所了解，同时有所体验。当代德国有一个出名的神学家，伊的名叫做 Eberhard Jungern， 伊安尼讲：只有耶稣基督的死，被了解成做甲咱的生命有相关的事件，那安尼，咱的生命才会通产生一种新的对着死亡的态度。同时，咱对耶稣基督的搁活的信仰，才会通成做咱搁活的盼望。耶稣基督是咱了解生死问题关键的人物，所以咱有必要先来了解到底耶稣伊本人伊安怎了解生命。伊安怎看待死亡？同时，咱嘛应该明白耶稣死搁活，即个伫新约圣经内底，伫圣经所记载即个决定性的事件，是安怎来影响咱的生甲咱的死？咱若对圣经来看，特别是伫登山宝训耶稣的教示中间，咱会通真清楚看去，耶稣非常看重咱的生命。伊安尼讲，生命较无较赢伫啉食吗？你的身躯敢无较赢伫医场吗？人的生命价值比你的啉食、比你的医场搁较要紧。所以咱的生命毋是干咱担心、咧挂虑、要食啥物货、要穿啥物货、要用啥物货。咱的生命应该有追求，比即个食啥物货、用啥物货、穿啥物货搁较悬的价值。这个价值对耶稣来看，就是你会通认捌上帝国，同时你会通得到上帝的义。耶稣将生命价值看比咱的所食所穿，甲咱所用的物件搁较贵重，同时也比世上的万物搁较贵重。所以讲，人就是趁着全世界，若是丧失你的生命，那安尼有啥物款利益啊？你会通摕啥物货来换你的生命？对耶稣来讲，生命是种的恩赐，是上帝赏赐予人无价之宝。所以咱珍惜咱的生命，咱尊重生命，是你本身，也是我本身，每一个人有生命的人，应该用负起
的一个责任。生命既然是对上帝来，那安尼生命主权就毋是在人，生命主权在伫上帝。耶稣伫路加福音书捌讲一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伫即个比喻中间，耶稣讲，即个财主无知，毋是伊袂晓趁钱，伊正要趁钱，像是佮趁非常的侪钱，伊不断咧累积伊的财富。总是即个财主之所以无知，就是伊无知伫即种的情形。伊想讲，我通过我趁的钱，我通过我累积的财富，我就会通把握我的生命，我就会通控制我的生命，我会通延续我的生命，我会通丰富我的生命。伊却毋知影，伊生命会通存在，伊生命会无去，毋是在伫伊本身，是在伫上帝。所以伫即个比喻中间，耶稣最后一句安尼讲：戆人啊，上帝若今暝要处理的灵魂。你所积聚的，你所赚的，你所遮尔济的物件，到底要归伫啥物人？生命是上帝恩赐，所以生命本身就上的价值。搁进一步来讲，咱的生命之所以遮尔可贵，就是生命本身毋仅是种的价值，伊也是各种咱会通经验的价值的一个承载体。咱会通经验着真理，咱会经验着神、水、生性、自由、公义等等遮的价值，要有一个承载体，这个承载体就是你的生命。所以你有生命，你才会通承载遮尔济价值，分享遮的价值，同时嘛会通创造价值。也因为遮的价值的物件，互你的生命愈来愈丰富。耶稣讲：我来是要互人得到生命，同时得了更较丰富。如果生命若无价值，耶稣即个应允是等于无路用。咱何必着得到生命？咱何必着搁得到较丰富的生命？总是耶稣安尼应允，是因为耶稣看重生命。耶稣会通安尼应允，是因为伊是生命的主。生命中间介大丰富、介大价值，对耶稣来看，就是你会通荣耀上帝，用上帝成做你的欢喜。上帝值得咱学乐。值得咱尊荣，值得咱会通用伊成做咱生命欢喜，因为上帝是咱生命的源头。咱的生命若甲这个生命源头互相交流，咱的生命将生生不息。反倒转，咱的生命若离开这个生命源头，咱就渐渐孤单，渐渐沉沦，甚至最后会归伫虚空。这是耶稣对圣经中间互咱看去。伊对生命的重视，耶稣安尼看生命，那安尼耶稣安怎看死亡？福音书内面有记载，耶稣有3届直接面对人的死的故事。其中一个是拿因的寡妇的囝死去，然后耶稣看这个寡妇为着伊的囝在啼哭。另外一个是管会堂的人，伊名叫做艾罗，艾罗的查某囝嘛死去。耶稣看起伊的悲伤，还佫有耶稣有一个真介意，像是常常去找伊的一个朋友，叫做列撒罗。列撒罗嘛死去，耶稣也感觉非常的悲伤。但这3个故事，互咱看见耶稣安怎看待人的死。耶稣讲，因死去是困去。伊讲，咱的朋友列撒罗困去了，我要将伊叫醒。换一句讲，耶稣无认为死亡就是咱生命最后的终点。死人点彩是困去，有一天伊会搁再醒起来。若是一个人会通重新得救，那咧通过这个困，伊要进入到一个无共款的生命。耶稣对着人的死的悲剧有真大的感受，伊对死去的人甲着死者的亲属有真深的怜悯，所以怜悯。迄个丧失独囝的即个拿因的寡妇，伊也同情迄个管会堂的人丧失伊的查某囝，伊为着伊悲伤，特别伊用为着列撒罗来哭。圣经内面记载一段经文，约翰福音书11章35节，非常短的经文，总是非常深刻的一经文。耶稣流血。咱所信的这位主，毋是无血无目屎，
咱所信的这位主，伊捌为着人流目屎；咱所信这位主，伊捌为人流出伊的宝血。当圣经记载耶稣对着生命甲死亡的看法，上时还佫一项，就是也记载耶稣安怎看国王。有一回，耶稣甲撒都该人咧辩论关于国王的代志。撒都该人无相信有国王，所以因设计一个难题来问耶稣。伊讲有7个兄弟，这7个兄弟大兄带一个某，总是死去无生囝。就将伊的某留落来即个某，然后予即个二兄，然后即个二兄嘛共款，带伊阿嫂，总是嘛无生囝就死去。然后第3个、第4个、第5个，一直到第7个，拢是共款。后来即个妇人人嘛死去。撒都该人问讲：啊，若有真正过我，啊，若过我的时阵，即7人中间倒一个是即个妇人人的某啊，的先生啊，伊是啥物人的某啊？撒都该人通过安尼，你讲过我是一个 ridiculous， 是一个荒谬的代志。若是耶稣对因回答讲：恁错了，恁无明白圣经，恁嘛毋知上帝的大权力。当过我的时，人也无娶也无嫁，是亲像天顶的使者同款。论到死人过我，上帝伫圣经中间5年所讲的话，恁敢无读到吗？上帝讲。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上帝毋是死人的上帝，因为伊毋是死的上帝，伊是活人的上帝，伊是永远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伫地面上死去，总是伊伫上帝遐是国活。耶稣毋也是相信国活，上时耶稣捌予死人对死人国活。死人国活，这主拄是伊传扬上帝国的福音中间重要一部分。上帝国福音，上帝国要予你的是包括死人国活，这是上帝救恩中间的一部分。若无这部分，上帝救恩就无完整。当耶稣互伊对着生甲死的问题，互咱伫圣经通看见，咱也会通通过圣经来了解。毋也是耶稣安怎看生看死，像是安怎看国活。圣经介宝贵的，就是记载耶稣的生、耶稣的死，阁有耶稣的国活。通我讲，规本的圣经，特别新约圣经中间，耶稣的死甲伊的国活是介重要的事件。耶稣重视生命，总是耶稣有非常深刻死亡的意识。当伊活地时阵，已经常常想到伫死。所以，甲学生咧相处的时阵，捌有3届预言我要死。上时，咱知耶稣伊预言甲伊死的时阵，伊毋是亲像一个公烈的一个宗教的殉道者，不管是想要死，伊是安尼。伊嘛无将即个死甲伊美化，讲水美即个死亡是足水的代志，咱随时拢会通去死。伊嘛无将即个死亡甲伊升升化，讲我死了，我就是会通即个非常荣耀上帝。伊无安尼去想。咱看耶稣伊的生平中间，咧讲到死亡的时阵，伊是非常忧伤、慎重的心情。有一回，伊甲伫犹太宗教的领袖关系愈来愈紧张的时阵，有人就甲伊警告：你离开这个所在去，因为希律王要杀你。耶稣预言伊家己的死，伊嘛感受到。当伊咧传上帝国福音的时阵，伊随时有可能拄到生命危险。人要攻击伊，包括希律王想要杀伊。耶稣对伊讲：希律王要杀你的人，伊安尼回答讲：恁倒去甲迄只狐狸讲。耶稣看这的政客亲像狐狸，是毋是？伫咱的人生经验中间，这一政客。就亲像狐狸共款。耶稣讲：你甲迄只狐狸讲，今仔日、明仔载、后日，我预备赶鬼，我传道，第3日我的代志就要完成。就是安尼，今仔日、明仔载、后日，我犹原爱向前行，因为先知袂通伫耶路撒冷之外来死。耶稣知影，当伊若继续传上帝国福音的时阵，伊必须要承担一个命运——死亡。总是伊知即种死亡有上帝好意思伫中间，
当耶稣互人出卖，伫即个克西玛尼，伫迄个所在咧祈祷，红白迄暝，迄个所在咧祈祷，伊上解伫家己的死亡，毋是真欢喜，毋是，伊是非常的忧伤，到伫要死，趴伫地面上，伊三解祈祷恳求上帝讲，若会通将即个苦杯来刷开。耶稣感受着死亡时阵，毋是欢喜，伊是痛苦。苏格拉底伊捌非常潇洒安尼讲，死亡是我的朋友。总是耶稣经历着死亡临到时阵，伊知死亡是一个可怕的对立。死亡毋是欢喜的杯，死亡是沉重的苦杯。所以耶稣讲，将这个苦杯刷走，那是会当。总是耶稣欢喜接受上帝伫即个伊的死中间美好旨意，但是伊有缘感受着即个死亡临到时阵迄种的惊吓。耶稣顶伫十字架时阵，死亡接近伊，伊大声喊话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啥事气死我？”死亡展现非常强大的势力，包括咱的主耶稣基督。即个道成肉身、成做人的款式的耶稣，也无法度逃闪死亡。总是也因为耶稣担着死亡的滋味，死亡的意义也得到改变。耶稣虽讲对着死亡有恐惧、有艰苦、有挣扎，总是耶稣并无全然否定死亡的价值。耶稣捌用一粒麦仔来比喻家己的死亡，伊安尼讲：我实在甲恁讲，一粒麦仔若无落伫土里来死，犹原是一粒籽。总是伊若落伫土里来死，伊会通结出济非常济只的籽粒出来。死亡虽讲有强大毁灭的力量，将人的生命终止到一个结束，总是有一种的死亡，伊会通有一种创造的快乐，伊会通创造搁较济生命，像是会通互咱原本第一站消失的生命变成做永远的生命。耶稣的死亡要活出这种创造性的死亡，所以耶稣的死，互咱看见死亡两个面相。一方面，死亡是毁灭；一方面，死亡嘛有可能是一种的创造。死亡的毁灭性在伫伊，互人彻底甲上帝相隔。所以耶稣喊我讲：“我的主，我的主，啥事离开我？”总是死亡的创造性在伫伊，会通创造搁较济的生命。圣经内底对着咱关于死亡的代志，伫即个所在因为耶稣的死甲搁活，所以有做真济才会解说。新约圣经，特别是这使徒，拢对耶稣的生、死甲搁活，看见上帝的启示。其中保罗先生伊的注解特别济，也特别值得咱去注意。使徒保罗对赎罪的救恩来了解耶稣是安怎着死，耶稣的死的意义伫叨落？伊安尼讲，基督是为着咱的罪来死。基督正做搬过节的羊羔，伊正做献祭的羊羔。独到咱还阁做罪人的时阵，耶稣基督为着咱来死，上帝会听，伫即个所在咱的献礼。世间人拢犯了罪，亏欠上帝的荣耀，总是得着上帝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就要白白称做义。上帝设立耶稣正做挽回者，是凭着耶稣的血，像是通过人的信，要互人伫即个时阵显明伊的义。换一句话讲，伫保罗来看，耶稣的死是伊顺服伫上帝的旨意，伊欢喜正做献祭羊羔，也拄因为这款缘故，上帝互伊对死搁活，像是互耶稣的死有一种的快乐。拯救的快乐，创造生命的快乐，上帝的疼，上帝的公义，上帝对着人的拯救的恩典，上帝对着人拯救的智慧，拢伫耶稣十字架死亡中间盎然显明。兄弟姊妹，你要伫倒位找着上帝的疼？兄弟姊妹，你要伫倒位找着上帝的义？你要伫倒位找着上帝对着你的恩典？仰望是。仰望伫十字架耶稣的死，你会通得到启示。所以耶稣的死意义就非常的清洁，
对社会来讲，耶稣的死是互人崇拜耶稣、相信耶稣，诚最可能的一个条件。耶稣若是我，伊是一个传扬上帝国福音的一个人。总是当耶稣死了后，伊诚做人所传的上帝国的信息。耶稣的死，互耶稣整体的生命，诚做一个统一，诚做一个无有别人会通搁再取代的一个个体。通过死亡，世间人也开始了解耶稣的重要性，所以开始对着耶稣有信心，相信耶稣就是基督，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囝，相信耶稣是三位一体中间的圣囝上帝。对这个所在来看，耶稣的十字架死亡就是一个 link， 一个连结，伊将历史耶稣甲着咱信仰基督结连做伙。伊是一个连结，将伫世间上受苦牺牲的这个人子，甲着为天顶掌权做王的神的主、神的囝，伫这个所在结连做伙。对这个面来看，搁活耶稣的搁活，伊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生死。若无有死，要安怎有搁活？搁活拄拄是上帝伫死去耶稣的身上所彰显生命的关联甲应用。搁活代表上帝有认同这个死伫十字架顶的耶稣，像是通过耶稣的死，显明上帝是一个关心人的生死问题的上帝。上帝是对着咱的生死完全无咧插，主在你死，故在你活的上帝，毋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死，要甲咱讲，上帝关心你的生，关心你的死。耶稣伫十字架的死亡，诚做上帝伊内在的本质的一个彰显，上帝关于人的真理的一个启示的一个历史事件。上帝认同死去耶稣，这款的认同，互上帝甲死亡产生一种的关联。上帝甲死亡原本是离了非常的远，有上帝就要有死亡，有死亡就要有上帝。总是咱看见伫耶稣的死内面，上帝甲这个死亡产生一种的关联。伫耶稣的死内底，这个上帝互死去绑定，上帝承担死亡，像是甲这个死来搏斗。上帝忍受这个死亡的毒钩，用像是解除所有毒钩顶悬所有这的毒素。上帝将死亡，甲伊锁伫伊家己本身内底。用神学家的话来讲，拄则咱所讲这个永叫，伊安尼讲，伊讲上帝家己本身承担死亡，将死永远禁条伫伊内面，伊本身内面。用奥古斯丁的话来讲，伊讲上帝担当咱的死亡，是要用伊丰富的生命来毁灭死亡，用亲像拍雷的声要呼叫咱，就倒来我遮，倒来我遮，通得到生命，毋通继续往死亡来行。死原本就相关的破裂，总是耶稣的死，却是互对死的无关系中间来产生一种新的关系，上帝甲人中间新的关系。通过耶稣的死，上帝出现伫迄个关系破裂的所在，也通过耶稣的死，上帝甲人起做一种新的关系。上帝亲自来担当迄个互人甲伊疏离、甲伊离了远远，即种死亡、即种的无关系。死是要断绝一切生命关系，但是上帝的疼是要来创造生命的新的关系。上帝认同顶十字架耶稣，通过耶稣的死，显明伊对着人有无条件的疼，也有无限的疼。咱相信被钉死伫十字架顶的耶稣，就是咱相信上帝对咱的救恩，就是咱接受上帝对咱的一个应允。上帝对咱有一种无条件的疼，无论你是啥款的人，你接受伊，伊的确疼你，伊欢喜疼你，所以欢喜通过耶稣基督为你来死。这种无限的疼，要互咱会通活伫上帝甲咱中间新的关系中。但耶稣的死，也因为这款的缘故，互死亡产生非常重大的变化。创世纪第2章到第3章，咧甲咱讲死亡的意义。这个爱电龙的故事内底，甲咱讲人会死，是因为人违背上帝的命令。上帝爱伊莫做这代志，伊偏偏要去做。当人
违背上帝的命令的时阵，遭遇着刑罚，遭遇着咒诅，煞接伊袂通食着迄个生命的果子，所以伊袂通得到永远的生命。爱电龙的故事拄拄甲咱讲，生命甲死亡，毋是干那一件自然的代志。咱人的生命的意义，有生有死，是关联伫咱对上帝的顺服，也是对上帝的背逆。咱的生命中间有信仰的意义，有精神的意义，有灵性的意义。爱电龙的故事拄拄要甲咱讲，伊的意义伫遮。但爱电龙的故事，甲咱启示上帝甲伫人生命甲伫死亡中间的关联。生命若是对上帝来，那安尼生命正常的轨道，就是甲上帝保持一个和谐的关系。若是罪是啥物货？罪就是即个和谐关系的破坏。罪破坏咱甲上帝的关系。若是死亡是啥物货？死亡就是即个已经遭遇破坏关系，到伫落尾的结果，就是断裂。罪是种关系破坏关系，互一原本好的关系变做无好的关系。你若原本甲某物人有好的关系，因为罪伫中间，恁的关系就破坏。恁原本有好的关系，总是落尾就变做无关系。死亡就是即个迈向无关系即个动向最后的一个结果。死亡是种否定性的力量，伊否定生命。死亡种的无关系力量，伊要中断生命其他的关系。死亡种隔离的力量，是要将人甲上帝的关系来彻底隔离。所以死亡就种的结束。咱各体的生命，包括咱灵魂，包括咱肉体，最后有一个结束，这就是死亡。死亡要显露出人的生命实在是有限，要显露出人的生命实在是落尾是虚空。死亡是所有罪人最后必然的命运。保罗先生就根据爱迪罗园关于人犯罪至到伫死的故事，也关联伫耶稣伫十字架顶伊的死所带来拯救的故事，伊甲咱讲一个要紧的一个道理。伫罗马人书咱今仔所读经文中间第6章第23节，伊讲罪的工价就是死。独独上帝恩赐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是永远的生命。这个所在有一个字叫做工价。工价原本是一个军事的用语，是指一个军人伊做工，伊应该得到的薪水，伊用伊的血、用伊的汗、用伊的拍拼所赚到的，所以是伊应该得到的一个结果。讲是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讲一个有犯罪人，当伊犯罪了后，伊所要赚到是啥物货？最后伊所应该得到是啥物货？保罗讲，你若是活伫罪中间，你最后结果就是死亡。甲工价相对应就是恩典。恩典这个字原本嘛是一个军事的用语，是指一个军人，伊会通白白得到伊的主人予伊的赏赐。譬如讲皇帝登基的时阵，譬如讲王后生日的时阵，也是一个国家重要节期的时阵，这个君王欢喜，所以白白将一寡好的物件、宝贵的物件，也是一寡金钱来赏赐伊遮的军人。遮个所想得到的赏赐，毋是伊赚来，毋是伊白白，毋是劳力拍拼赚到的，是白白所得到的。当咱讲信耶稣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毋是咱会通赚到的，毋是咱应该得到的，总是永远上帝欢喜将永生诚做一个礼物，白白赏赐既然相信耶稣基督。你无应该得到，我嘛无应该得到，总是上帝欢喜白白赏赐予你，这就是恩典。罪是对一个人来，死阁是对罪来，所以死就临到伫众人拢有犯罪，死就做王，连遐无甲亚当犯同款罪人，也拢幸福伫死的关系里面。死亡真做种的关系，死做王。伊亲像君王同款，有遮尔主宰人活命、人的生命这种力量。那死亡会通实现伊的关系，就是因有罪，罪是毒钩。什么人若犯罪，什么人互这个毒钩甲你交掉的？这个毒钩甲你交掉的，不管是伫这个所在，你的生命就中毒，到伫落尾，你就死亡。所以死亡诚做是一个咱的生命中间介大的一个对点。毋是咱的，若是咱的生命
有即个对敌，死亡即个对敌，同时死亡嘛，诚做上帝对敌，因为即个死亡想要支配上帝所创造的万物，毋也是威胁上帝所创造人的生命。上帝所创造的万物嘛，要降服伫虚空下面、败坏下面，这就是死亡的溃烂。总是死亡非常大的力量，毋是介大的力量。死亡的力量袂通赢过上帝。上帝赢过死亡的力量，拄伫耶稣基督对死搁活这个事件中间，甲咱讲，死亡的力量遮尔大，连耶稣上帝囝着爱死，总是上帝过来赢过这个死亡。互耶稣基督对死搁活，显明伊的权能赢过死亡的权势。因为耶稣的死，所以死亡对伫咱相信耶稣基督人，也开始有一个新的意义。一方面，咱旧的人，咱肉体的生命，悠然降服伫死亡下面。死亡悠然是罪的工价，悠然是上帝的刑罚。你若继续犯罪，你会活伫一款死亡的刑罚内底。你若继续犯罪，你所得的最后结果就是死亡。总是另外一方面，耶稣的死将做一个挽回者，伊将做一个救赎的力量，创造新生命的机会，互咱会通伫基督内面，将做一个新创造人。咱的罪会因为这个耶稣这个挽回者得到赦免。咱的罪若得到赦免，那呢死亡就袂通成做毁灭性的终点。伊反倒转会通成做一个新生命创造的一个起点，会通帮助咱愈来愈接近基督，会通帮助咱愈来愈领受上帝丰富的恩典。所以保罗先生讲：我若活就是基督，那安尼我死就有利益。伫耶稣基督内面，死亡变做有利益的代志，死亡变做有价值的代志，死亡毁灭性的力量，减在继续攻击你的肉体。减在继续攻击你甲其他人中间的关系，总是死亡袂通互你甲上帝三角隔离。死亡也会通互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进入一种新的生命体验，就是什么时阵死亡临到时阵，什么时阵你感受到耶稣基督甲你三角地带这种欢喜。如果讲生死的问题，介关键性的回答就是耶稣的死。那呢，伊最后的一个回答。就是搁活，耶稣毋也是死伫十字架顶，耶稣是对死搁活，留落来即个空的坟墓。搁活的基督用圣神临到伫咱的生命中间，要互咱的生命对介内在的心灵开始，然后渐渐扩散到伫咱整个外在的身躯。圣神要用咱的身躯成做伊的圣殿，要踮伫咱的内面，要来感动伊，要来引带伊，要互伊成做伊的器具。要来提升伊的价值，提升的意义，最后要彻底改变咱的身躯。搁活就是用生命来赢过死亡。搁活就是要互咱通过耶稣基督，伊的搁活，互咱的生命中间会通发出一个胜利的欢呼。咱看保罗先生，伊发出一个胜利的欢呼，安尼讲：死啊，你的权势伫倒落？罪啊，你的毒钩伫倒落？死的关系就是这个罪，死的关系已经溃无，所以死已经互得胜吞灭。搁活就是上帝的气力来赢过死亡的气力，搁活就是要互咱会通来享受上帝伫咱内面所为着咱备办这种生命新的开始。所以伫即个所在，咱看起有两个人，因特别对着即个死亡有一种的注解。保罗先生讲：死啊，你的权势伫倒落？死啊，你的毒钩伫倒落？马丁路德嘛安尼讲：死亡互耶稣的死甲伊杀死。用即款的宣告，互咱知影一项事，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有缘会面对死亡的代志。总是咱的生命中间有一种的力量，这种的力量会通帮助咱较赢伫死亡的惊吓。当耶稣基督搁活甲死亡三角结连做伙，这个要甲咱讲，规本的新约圣经中间介重要这个事件，要甲咱讲一个要紧的道理。这个世界整体的生命，
嘛爱经过死亡甲十字架。若无即个生命，就袂通行搁活，甲着永远。搁活的主，就是迄个往顶十字架的耶稣。所以咱必须要通过十字架来了解搁活。同款，咱也必须要通过搁活来了解十字架。将搁活甲十字架该结连做伙，会互搁活的愿望，成做咱伫活伫历史中间一种信仰的实践。所以摩托曼安尼讲，搁活若是十字架将我的意义 ，eschatological meaning， 那安尼十字架就是搁活历史的意义。搁活即个将我的事件，甲十字架即个历史的事件，交汇伫倒位？交汇咱现主时所活的苦难的人生、苦难的世界。搁我的信仰要求咱认真来思考耶稣十字架的历史的意义，同时要求咱就要学习耶稣背起十字架的精神，来担当咱历史的责任。搁我的主呼召咱来接受即个挑战，呼召咱就献身，背起十字架来跟对伊的脚链。当咱愈献身伫十字架，那安尼咱就愈接近搁我的快乐。如果咱若欠缺即种的献身，那安尼即个搁我就成做一种神秘的经验，甲着咱主观的期待，甲着咱真实活伫现主时的历史中间，就袂通有产生真正的关联。当咱用背起十字架的态度，行入到历史内底，行出即个历史头前的路站的时阵，咱会通经验着耶稣基督的搁活。那呢，即个搁活就成做转变咱生命一个力量。弟兄姊妹，咱通过耶稣的生、耶稣的死，互咱顶头来思考咱整个的生命。咱会通经验着生命负面的价值，甲着伊正面的价值。咱知拄则所讲的，死是罪的工具。人若活伫罪中间，你的结果就是死亡。即种的死亡是毁灭性的死，刑罚的死，常时是咒诅的死。毁灭性的死威胁着咱的生命，也威胁着整个的万米。伊要互咱的生命变做无意义、无价值，要互万米最后归伫虚空。所以一个人，如果你一世人咧拍拼努力，你是要实现你家己，总是你无认真去面对你罪的问题。你以为伫你的生命中间有罪，伫你的生命内底，你无去解决，那安尼最后你无法度逃闪你的生命面对这个毁灭性的死亡。总是相对这种毁灭性的死亡，咱会通经历这种创造性的死亡。创造性的死亡，就是咱经历死亡了后，咱的生命得到改变。耶稣的死，就是要将这个死亡改变，或这个死亡对原本毁灭性，成做一种创造性。因为耶稣的死，这个死亡，迄个毁灭性的毒钩，已经将伊揪起来，已经将伊背起来，已经将伊废除。耶稣的死，或这个毁灭性的死亡，成做会通创造生命的死亡。所以耶稣甲保罗拢甲咱讲，死亡是啥物？亲像咧困。死亡亲像啥物？亲像一粒种子落伫土里。你困一醒了后，你会通起来迎接新的天、新的地。你待伫土里了后，会通结出新的枝叶，会通发出新的形体。死亡成做一种你的生命转变的一个过程。创造性的死亡带来生命改变，对你的内心开始，一直到伫你的外体。死亡要互咱即个属于尘土、属于肉体迄期的身躯毁灭，总是要互咱经验到真实的改变，互咱得到对天灵性荣耀的身躯。所以保罗讲，死亡要拆毁你地面上的布片，总是要互你得到一个对上帝所创造，毋是人的手所创造天顶的厝地。用即款的缘故，保罗伫咱今仔所读即段经文中间，伊甲咱讲，咱安怎来死？伊讲，敢毋知咱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伊的死吗？咱通过洗来归入死，是甲耶稣基督同齐埋葬，是要互咱一举一动会通有新生命形式，亲像基督通过白的荣耀对死搁活同款。咱若伫死的形状甲耶稣基督三角联合，咱就要伫搁活的形状甲伊同齐联合。当咱要活的时阵，咱会通做一项代志，去经验着耶稣基督的死，就是通过洗礼。
通过洗礼归伫耶稣基督的死。当咱还活的时阵，咱会通经历耶稣基督的死，就是咱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来跟对耶稣的脚链。咱就是伫死的形状顶悬，甲耶稣基督三角联合。当咱罪人、咱旧的人，甲伫耶稣基督同齐顶十字架时阵，就是咱罪的身体完全的被绝。那安尼，咱无搁再做罪的奴仆，死亡也袂通搁做咱的王。拄则咱所讲，对着即个死亡，用即款的态度来面对，包括保罗先生。所以保罗先生大声喊话讲：死啊，你的关系伫倒落？你得胜的关系伫倒落？死啊，你的毒钩伫倒落？毋也是保罗安尼咧宣告，马丁路德也共款咧宣告。伊讲死亡，互耶稣的死来甲伊杀死。这是基督徒伫你生死的问题中间，你会通所做的一个宣告。耶稣的死，将这个死亡的关系摕掉，将这个死亡的毒钩甲伊揪出来。那安尼来，死亡就袂通对着咱的生命造成毁灭性的威胁，反倒转咱的生命会通对死亡构成威胁。伫无有我的信仰进前，咱的生命是迈向死亡，然后是死亡成做最后的终点。总是耶稣的死，互咱有我的信仰，互咱的生命会通对死亡中间行出来。对着一个有我的信仰的人，什么时阵死亡咧威胁伊的生命时阵，什么时阵就是伊生命要赢过死亡时期。上帝创造真正的目的，毋是死亡。上帝创造真正的目的是生命，生命价值是超过死亡。俄国有一位宗教的思想家叫做 Nikolai Berdyaev， 咱甲伊翻做比尔加耶夫。伊安尼讲：你若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的话命，那你对你的生命中间会通产生一个道德的原则。你应该安尼行，无论伫什么所在，无论伫倒一方面，无论对待什么款的人，无论对待什么款的代志，拢得爱肯定永远，肯定生命，通过这个肯定来看赢伫死亡。咱对着上帝所创造万美的珍惜，咱对着有生命这个完美的热爱，要帮助咱，互咱会通赢过死亡。经过耶稣基督的死甲搁活，咱个人的生命开始有种新的观念，重新来了解咱的生甲死，咱的生甲死相对化，咱会通出生入死，咱嘛会通出死入生。耶稣讲：听我的话，搁信找我来的，就有永远的生命。无抵到的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生甲死，无甲这些是咱甲上帝中间关系的一个标准。人对耶稣基督的态度，才是这个价值的一个标准。个人的生死会通相对来看，生甲死拢毋是咱介大绝对的价值。绝对的价值在伫咱对伫耶稣的态度是啥物款。所以保罗先生安尼讲：咱若活是为主来活，咱若死是为主来死。咱或者是活，或者死，咱拢是属于主的人。咱袂通甲主相甲假。无论是生，无论是死，基督拢会通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显明伊的荣光。所以保罗伫罗马人书第8章第38到第39节，伊大声安尼喊话讲：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拢袂通互咱甲上帝的疼相甲假。这个疼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这个疼就是永远的生命实质的来源。这个疼比死亡更较坚强。咱兄弟姊妹，人的确一天拢爱面对死亡，总是人毋是干那死亡，人会通得到永远的生命。咱人是属于时间，所以咱活伫时间内底，总是你敢知，你嘛属于永远永恒。咱的生命中间有一个时间的向度，嘛有一个永恒的向度。生命这个死亡原本是一个可怕的悲剧。总是死亡通过耶稣的死甲搁活，已经被证明。搁活的生命是赢过死亡的生命，所以伊是永远的生命。会通证明这个死亡的，毋是靠你肉体的溃烂，毋是靠你自然的溃烂，毋是靠着人的溃烂，是靠着圣神的溃烂，是靠着上帝的溃烂，是靠着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的溃烂。耶稣基督搁活，咱来启示
伫时间内底有永远，伫死亡中间有永远。永远无伫时间之外，伊是伫时间内面，伫时间内面长大成实，有一天佫超越伫时间之外。耶稣讲，恁着常常遵守我的道，恁着会通捌真理。这个真理要互恁得到罪，什么款的罪？赢过死亡罪。因为认捌耶稣基督生命真理所得到的自由，互咱通超越伫时间之上，体验到永远的价值。这种的自由，互人会通自由去面对死亡。咱的一生不断咧做选择，咱做选择的时阵，拢会拄到侪限制。死亡是互人介大一个限制，所以咱做一代志，咱行着死的时阵，咱就毋敢做选择。总是一个有耶稣基督所享受这种自由的人，死亡临到的时刻，就是伊介大自由的时刻，是一生中间介自由、介清楚、介圆满，会通做选择的时刻。人伫自由中间，会通来选择我的死亡，毋是干死，我的死亡会通脱离一切的牵绊，会通互我进入到伫耶稣基督为着我备办的永远。但这个毋是讲永远的生命必须要等候咱死了才出现，毋是。永远的生命是伫咱的生命每一个瞬间中间，拢有可能出现。伊会通伫咱每一个瞬间中间发现到永远的现在。永远的生命毋是未来才有的生命，是伫现主时的生命中间，伫瞬间中间会通显现出来这种的生命。换一句话讲，伫这个瞬间中间稳重伫永远甲时间的交接。保罗先生甲咱讲，什么时阵永远会临到？伫哥林多前书第15章52节讲，伫这个一念脑、一眨眼之间，伫这个最后扫甲盆这个时刻内底，这个永远就要临到。当咱用敬畏上帝的心，认真过咱每一个生活的现在，每一个瞬间的时阵，上帝要伫这个瞬间中间来赏赐你，什么叫做永远？大家亲爱的姊妹，你是毋是关心你家己的生甲死？生甲死是大代志，你安怎来思考这个大代志？你对家己的生甲死，你是毋是已经了然伫你的心？你有了解你的生，你的死？你是毋是也对耶稣基督的生甲死来了解、来经历你家己的生甲死？就咱今仔日经文，互咱真清楚一个教示。保罗先生咧讲。当咱信甲基督同死，就要甲基督同过活。咱知基督已经对世人中过活，伊就无搁再死，死也无搁再管辖伊，因为伊的死是用罪做一摆死，那伊的活是用上帝来活。那安尼，恁伫耶稣基督内底啦，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恁也着安尼，恁伫基督内面着看家己用罪是死，用上帝是活。保罗先生通过这个提醒咱，也咧命令咱过这种的信仰生活。耶稣基督的死甲过活，是上帝已经为着咱所做成的代志。咱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伊为着咱的罪来死，所以咱就厌恶罪恶。咱袂通阁欢喜罪恶，咱就要厌恶罪恶。所以用罪就看家己是死，知影咱伫上帝目睭前已经甲罪相甲隔离，甲罪无阁再有关联。希望有诶时阵。这个罪还阁会甲咱赢过，总是咱无阁再做罪的萝卜。咱随时对着罪保持种的警醒、抵制、控拒，常时离开这个罪。咱着按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看家己是活，就是咱常常保持甲上帝亲密的关系、疼的关系。每一天领受伊新的恩典，每一天对伊领受新的生命开展。兄弟姊妹，咱旧的生命。伫耶稣基督内底已经死，咱新的生命伫耶稣基督内面已经诞生了。因为这款缘故，你才真做基督徒。你若无经验这种的死甲搁活，你毋是基督徒。你无伫耶稣基督的生命内底，咱旧的生命伫基督内面已经死，咱的新的生命伫基督内面已经诞生。伫耶稣基督内面，咱开始经历这种的死亡。甲这种的生命，这种的经验愈多，咱就愈会通彻底来处理咱生死的问题，互咱愈清洁。伫无论咱是生，无论咱有死，这内面拢有上帝为着咱备办永远一个价值。请咱同心来祈祷。
生命源头，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囝耶稣基督，道成着身，活伫人的中间，也死伫人的中间，总是伊对伊是个我，互阮会通通过伊，搁较明白阮的生死的价值，阮死亡的意义，以及阮搁活远望，帮助阮，互阮会通伫耶稣基督内面经验着罪来死。上帝来活，即款真实的信仰，互阮的生命甲阮的死亡拢开始有意义。因为是无论是生，无论是死，阮通过耶稣基督，拢甲你有袂通隔离的关系。感谢你伫耶稣基督内面，互阮会通甲你相亲近，帮助阮坚固阮的信心，做好的选择。互阮做一个选择，就是无论是我。阮是为主来活，无论是死，阮嘛是为主来死。所以无论阮是活也是死，阮拢属于主。无论是活，无论是死，愿阮的生命拢会通荣光你。爸啊，你是永远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的生命，搁伫耶稣基督内面换新阮的生命，互阮的生命会通真做经验你永远活命的一个生命。奉耶稣的名祈祷。想我的心土里。
心之心之